那来到你就朝快樂嘛，分係嘛？喺路加福音11:28節，人有人講到，但係耶穌快樂嘅人就係聽上帝嘅話語，更要照顧佢嘅話語，咪意思呢？是更要聽上帝嘅話語，要聽上帝講出講出嚟話，更是更要做嘅話去行，都係最快樂嘅人。啊，詩篇記146:5節，一樣人講到，最快樂嘅人就係要上帝，識上帝嘅人，是嗰個救恩從上帝嘅來，都係最快樂嘅人，是嗰個盼望從上帝，都係最快樂。上帝嘅盼望一定要做嘅，一定要去祝福一家。嗱，世間嘅快樂，世間嘅盼望是個需要，但係最重要呢，是個都係表出上帝。耶穌基督嘅啲是個嘅盼望，是個快樂從來嘅。嗱，是個嘅快樂係從上帝嘅來，是個永久心中度裏顯出快樂，人人學看自己係快樂，從叮當照樣嘅，是個出嚟大人跳呢啲，是個要快樂。因為要耶穌現代性格，阿門。